表里有一个15岁的高中生爱食甜的食物，正常 BMI 是18.5到24，这个高中生达到32。进前伊腹肚痛，检查发现是大结石，买手手术甲大提掉。医师是呼吁家长对囡仔的体重甲食食拢爱要意，除了结石，也有可能肝包油。肚子好的鸡肉、鸡腿、马铃一条看起来真好食，不过标了一个15岁高中生，平常时就爱食这热量真悬、油脂的物件。进前腹肚痛，叫医生看，互检查出竟然是胆内底有2粒结石所引起的。经过手术，甲胆加结石摕掉。医师讲，因为饮食习惯的关系，近年来胆结石发生的年龄有下降的情形。这几年我们发现小朋友的饮食不正常，喜欢吃高热量油炸类食物，所以我们这几年发现10来岁的胆结石已经有开始增加的趋势。那这个小朋友15岁算是特别年轻的。医师提醒父母爱多多注意这个囡仔体重甲饮食状况，因为囡仔饮食若无正常，会造成大哭，除了造成胆结石以外，也造成囡仔这个肝包油的情形。根据统计呢，大概国中、国小的小孩呢，大概已经有差不多30%的小孩呢，都是过重哈，那脂肪肝的这个风险都很高哈。儿童肝胆疾病防治基金会17举办护肝宣导活动，强调囡仔饮食的重要性，也提醒要准时注射 A 肝甲 B 肝的疫苗。不过5月有理上规 A 肝疫苗因为廉价残留问题，有17万剂验收无通过。疾管署副署长罗一军讲，10楼已经验收通过，15万5000剂无问题的新疫苗。先前有因为一些这个可能验收不过的事情，有拖延到这个 A 肝疫苗的这个接种。那最新的消息就是说，在昨天我们已经又新验收了15.5万剂的儿童 A 肝疫苗，而且没有任何的瑕疵。罗义军也讲，未来1礼拜甲卫生局来了解上新的需求，有加8月底就恢复正常供货。有进前封存17万剂，疾管署也陆续来追加补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